自王2023年7月13日，每日圣言讲读经，关系中的自由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0节到24节。已经结婚的人，我命令恁，其实毋是我，是主的命令。查某人毋通离开丈夫，若离开，就守独身；若无，就搁甲丈夫和好。丈夫嘛毋通放杀某。对其他人，我讲，毋是主讲的。男的信徒若娶无信主的人做某，某同意继续甲伊住，伊就毋通甲伊放杀。若有女的信徒甲无信主的人结婚，丈夫同意继续甲伊住，伊嘛毋通放杀丈夫。无信主的丈夫，因为娶信主的人做某，会得到上帝接纳。亲像安尼，无信主的某，嘛因为嫁信主的丈夫，会得到上帝接纳。若毋是安尼，因的囝儿就无属上帝，其实因是属上帝。毋过，无信主的人，若要离开，就出在伊离开。伫即款的情形，信主的丈夫也是某，就无受婚姻的约束。上帝呼召恁，是爱恁和睦徛起。着知信主的查某人检采会救家己的丈夫，着知信主的丈夫检采会救家己的某。无论安怎，逐个人着照主分予恁的恩赐，照上帝建造的目的来生活。这是我予逐个教会的规定。割礼了后接受呼召的人，毋免暗砍割礼的记号；受呼召的时还未割礼的人，嘛毋免受割礼。因为有割礼无割礼，拢无要紧，要紧的是着遵守上帝的诫命。逐个人着保持受召的时的身份。你受召的时是奴隶是无？毋免看伊。不过你若有机会得到自由，就把握机会。因为受主呼召的奴隶是主所投放的自由人，相反，受主呼召的自由人是基督的奴隶。恁是上帝付出代价买来的，毋通成做人的奴隶。兄弟姊妹，恁逐个人着伫上帝面前保持受召的时的身份。关系中的自由。保罗指出，上帝爱每一个人做代志，拢按照伊所赐的恩赐，搁符合上帝呼召伊的目的。因为安尼，每一个人应该守调受呼召的时的身份。毋过，保罗上时阵也认为，当一个奴隶受呼召成做基督徒的时，伊就是上帝所投放的人；当一个自由人受呼召的时，反倒是成做基督的奴隶。保罗安尼讲，意思是爱基督徒伫逐种身份顶面活出上帝所赐予人的价值和目的。伫人际关系的身份顶面，爱做主的奴仆，毋是成做人的奴隶。无论伫国家甲人民、雇主甲员工、朋友之间、夫妻之间，以及亲子之间的身份顶面，拢通享受人际关系中的真自由，无受制伫任何人。伫哥林多前书第7章23节，保罗特别讲到家己对奴隶制度的看法。对经文来看，保罗通讲是对已经有相当历史的奴隶制度提出革命性的观点。
伊用命令的语气，爱哥林多的信徒毋通做人的奴隶。这伫初代教会是偌尼啊具有煽动性的言论。虽然保罗反对人成做别人的奴隶，总是伊也并无直接鼓励信徒冲动，还是拍破长当时的奴隶制度。反倒是搁一遍肯定宣告讲，恁是上帝用重价买来。拄因为信徒是上帝用重价买来，搁较爱活出上帝所赐予人的价值和呼召的目的。为甲李石桥历经日治时代和国民政府的戒严时期，伫28事件以后，搁用画笔描绘记录伊所看到的台湾实况。李石桥捌受高雄医学院创办人杜聪明邀请，为咱台为连马玉夫妇切腹救人的故事作画。透过李石桥的图画，切肤之爱的事迹，后来毋但受录伫医学伦理教材呢，画作搁正做高医的镇院之宝。南氏夫妇这段低调的真情事迹，对安尼伫医学界甲教会信仰界不断激励着后进。1964年，裴明敏教授甲伊的学生为调停谢聪敏，因为起草《台湾人民自救宣言》受掠时，李石桥违反伊惯常的写实温暖色调手法，用前所未有的阴暗、回冷画风画一匹大将军，勇敢用画笔揭露世界级杀人魔王的面孔，绘写出秘密无言却铿锵有力的反讽批判。李石桥的作为，拄通说明伫迄个时代处境中，安怎将面刺绣画家自由作画，展现理念的个人精神。另外一方面，无受坐伫恐怖手段，坚持刺绣画家创作的使命，无做强权压制下的奴隶。小心过墙有耳，黑白讲话就会防掠去唱绿岛小夜曲。这是真侪伫1970年代以前出世的人，伫成长过程中共同经历的保身原则。长期生活伫恐惧中间，有人言行不知不觉就受奴役。做事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活出上帝所喜悦的样式。默想，我是毋是轻忽上帝对我的召命，还是因为伤在意某一段的关系，直到受制伫别人，吞达家己的价值？我是毋是轻忽上帝对我的召命，还是因为伤在意某一段关系，直到受制伫别人，吞达家己的价值？做伙来祈祷，赐自由活力的上帝，愿意互我目睭明亮，看见家己的价值。伫我惊吓失去亲密关系时，愿意赐我勇气，互我自由活出你喜悦的样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